其实《面部客栈》这出戏，它的一个主题就是希望去翻转一般人对冥界的印象，也阁有对死亡这件代志，会当有新的想法。真荣幸会当为你服务。伫咧未来7天内，阮将会完成你的心愿，互你了无遗憾，会当心甘情愿，欢喜啉汤去转世。请问唐老师一般的这个万千旁这个头家，突然间一个意外，伊就亡生啊，来到这个冥界，拄到这个阎罗王，希望伊会当来做这个面部客栈的头家。想袂到伫这个世间上，哪会有亲像我遮尔巧、遮尔敖的人呢？咱就是一百只侪是安怎？要去投胎转世之前，就要啉一碗的迄个面部汤。啊，有真侪居民伊心中有遗憾嘛，啊，伊就外啉。这个时阵，面部就会甲因送来这个客栈，这个员工就帮助因去完成因心中的遗憾。你认为是啉汤转世较好，还是保留记忆，变一日比红花较好咧？这汤是甜啊，咸的，还是苦的啦？面部汤内面是有放这物件的，是秘密。阮设定的这个员工拢足高水的，拢有因的个性啊，阁有因的脾气，啊，阁有因家己的心愿安尼，所以伊就开始带领一群人，啊，这一群人拢奇奇怪怪，有伫咧走骹无用的摒扫的。夫妻客栈会名义，业绩成你的心愿，就是阮的心愿啦。成交，面部客栈就伫咧公司台语台。